康恩關懷中心生死教育系列，與你一起探討生命的限制，跨越老死的恐懼。人生四道：道謝、道愛、道歉、道別。今日我想邀請你一齊慢慢諗下一個問題，一個我哋平時唔敢諗，但其實好值得諗嘅問題。如果今日係你生命上面嘅最後一日，你會唔會覺得有啲嘢仲未做呢？好多時候我哋一聽到呢條問題，心入面就會震一震，因為我哋成日覺得人生好長，時間好多，但係其實生命係好脆弱，好快就會過。有啲人會後悔，我冇做過自己真正想做嘅事，我一直想去旅行，但永遠都話遲啲先。我冇見過想見嘅人，冇講想講嘅說話。我忙咗大半生，但原來唔知自己為咩而活。仲有人話，我冇講過一句多謝，冇講過一句我愛你，我冇向人道歉，冇和好，我冇準備過自己嘅身後事。其實呢啲遺憾都係提醒我哋，生命唔係無限嘅，而我哋可以做嘅就係趁仲有時間，活得更加清醒。點樣嚟到減少人生嘅遺憾呢？其中就係人生嘅四道：道謝、道愛、道歉同埋道別。四樣嘢好簡單，但係每一樣嘢都係好重要。第一道係道謝。你有冇發現我哋成日將其他人嘅好當係理所當然呢？父母嘅付出、朋友嘅陪伴、同事嘅支持，甚至喺嗰啲喺你最低谷嘅時候默默扶你一把嘅人，一句多謝唔只係禮貌，而係承認我今日嘅生命係好多愛圍繞而嚟嘅。你可以諗一個人啦，一個你一直想講多謝但仲未講嘅人，可能今日就係一個好嘅開始。第二道係道愛。好多臨終嘅人最深嘅遺憾唔係我冇被愛，而係我冇好好嘅愛過。我哋成日以為愛可以等，等到唔忙，等到有空，等到心情好，但係生命唔會等。其實愛唔需要好戲劇化，一句我好感激你，一個擁抱，一次嘅陪伴，已經足夠令一個人覺得被珍惜。你心入面有冇一個你好愛嘅人，但係你好耐冇講過出口？可能你可以揀一個嘅時刻，輕輕嘅講返呢句說話。第三道係道歉。每個人心入面都有啲未修補嘅關係，有啲誤會拖咗太耐，有啲傷害講唔出口。但係道歉唔係示弱，而係釋放自己。一句對唔住，可能唔可以令一切返返去從前，但可以令你向前走。你呢？你心裏面有冇一個名字，你一直想道歉，但係仲未講㗎？你可以由一個好簡單嘅訊息開始嚟到表達你裏面嘅歉疚。第四道係道別。我哋都知道人生有終點，但係我哋好少練習好好嘅告別。告別唔係悲傷，而係一種成熟嘅愛，係承認生命有限，亦係將最美嘅祝福留俾身邊嘅人。如果有一日你要離開，你希望屋企人記得你嘅係咩呢？係恐懼定係愛？係遺憾定係祝福呢？好好嘅道別係令到生命喺最後一刻仍然溫柔。人生嘅四道：道謝、道愛、道歉同埋道別，唔係臨終先至嚟做嘅事，
而係每日都可以開始嘅練習。當你願意活得更加真誠、更勇敢、更加柔軟嘅時候，你嘅生命就唔再係過日子，而係活出意義嚟啦。願你由今日開始少啲遺憾，多啲祝福，讓生命慢慢變得完整。康恩關懷中心為癌症病人同埋家屬提供免費支援同埋服務。我哋亦都積極推動生死教育，以致大家更加能夠積極嘅面對生命。請瀏覽我哋嘅網頁，又或者致電0412384838了解詳情。